热了后，你就熬起的，你屋里向来做的革命工作。哎哟，哪有个上点青菜这里头？才是你的乡里人家一来拿瓜。哎哟，来到变成比菜场噻16月份来做啊，今朝到咱屋里吃什么呀？菜花面。来了多少啊？看不看呢？我出脱了114。不，我看看蛮过瘾的哇。我过瘾了，你自家看上爽去了。那里向过瘾才可以噻，外头不得。包到了菜搿个，我真个办哦，不来三了，明天我1分钟也看不下去。哎，张同志嘛，脱吧。啥啥么子？喏，里向一张雷子，你自家看看像啥样子的？不是一张雷子，你专门采茶叶的呀？来看呢。你别去捅的。那手这个。今朝已经是过人个噻，平常光下侪茶叶。我看看那个肉嘛，最出来倒是清清爽爽。快点，来弄下子薯子，我要打青菜的，否则中浪也来不及吃。哎呦，你看，啊，我行。这个像菜老丝个呀。菜老丝嘛，要过人点管，我屋里向老系统一道给。那个是男有蛮命，我大概讲。我跟你讲，我搿个3斤分鸡侬侪要打。搿只面弄不到，今朝娘吃不了饭。对个，我今朝我不吃菜，我就吃真的。今朝拿来同志。看不惯你做义气。啊，是我打个青菜，你非要吃。哎，对个，你看侬这面容我不打我偏。你看看一个青菜是哪里个？相当高一个2家青菜。一吃子一些搿只。哎，那你非去弄呢？哎，我吃到了114啊，你看到弄在我的个。哪个我家？因为那个蓝坑结实嘞，我这个办过呢。不是那个也不影响呢。哪没影响讲？影响我眼睛。我眼睛看起是难搞，那个是你心理有问题。我到哪里高头才没过人呢？那个哪里？哪是从来不考高？从来不考，我非到南去考的烧鸡。他来等来两个日家在他来猜想我。你屋里向个原则是啥人看不惯啥人弄。我到来到来大会猜想不惯，你也看不惯你弄，你觉得非喊我弄的。代表我就是我弄，我也反呢。哎，你看看一个青菜呢，比老生青，再到后一点了，焖肉么才会好一点。哎。屋里向，那个青菜也好，焖肉也好。熏焖肉上街菜花面，这个青菜真的甜津津的。啊，是还吃啦？还吃个。焖肉也还吃过。你说还个。你吃肉做个呀？你再吃过熏个还吃来，放头熏。还吃个。那是炉子在烫。那个农民毛啊。同样煮的难玩。才把人家晓得我会吃西北风的。太虚工资3.5啊。